要做古早味的面粉酥，一卡鼎灶看开得真有年代。头家控制好白萝卜的分量，拉到起泡以后，佮再将煮好的面粉加两篮做伙炒，还炒好变滚，看起来简单是相当的辛苦。这就是过去传统的淀粉大饼。头家强调，甲现在三起码是无同的哦。自细汉对爸爸做饼黄米卤，8当前唔甘饼店要收起来，所以勇敢承担。虽然手工过程对女性做吃力，不过迄份顾家慧心必定坚持到底。老魏是因为当初爸爸年纪大了啊，是想说回来陪伴他们，让他就是老人家有可以这样子动辄跟客人再继续维持聊天的，最主要是就是真的是回来陪他们两个啊，那对啊，你说家计上就是生活过得去就好了，对。说真的是这个工作都很辛苦，每样工作都辛苦啦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过一家做的老店黄米卤，除了延续顶一辈所研发的鸡鱼肉3星的包装，在口味顶面加创新加了乌糖，同时迎合现代人较养生做了减糖，加上味黏脆气的特色，拢互老顾客不时高关注文。因为古早味的。啊，袂歹。介绍甜。我咧食无。大概2喙齿啊。我喙齿无啥好，无啥食。伫人客眼中的古早味，因为是素食，所以嘛成为古大业务新名声真好的奖品，嘛互饼店持续以牛肉定做来延续经营。像我现在做的是乌龟，就是客人他如果是跟我订那个要拜什么的话，我就做什么，比如说乌龟啦、猪羊啦，还有那个3牲5牲啊，就是他需要拜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做这样子。大小只就是看客人，他如果想要大一点的话，我就做大一点；他小一点，我就做小一点。作为喜球部落唯一的饼店，每一档也拢会配合南区公所昆士湾文化局的游客体验，要用朴实的古早滋味来赢得大小朋友的心。台湾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